2022年6月18日，受到云林县政府邀请，镇国寺方丈广兴上人率领众法师与莲友们前往云林虎尾高铁特定区，为云林县因感染疫情不幸罹难亡灵举办超度大法会。张立善县长协同云林县政府服务团队到场全程参加。张县长对亡灵与家属的同理关怀，从规划到实践，仅不到1周的时间，让大众足足感受到县长的迫切之心。因为我们传统的这个民俗啊，大概往生者都会有进行所谓的这些法会，或是所有的祭祀，还是所有的这些，无论是这个头七哈，我想程序都是这样哈。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程序，很快速的，甚至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，就将我们家属急急的送到这个火化场。火化没有办法送他最后一程，所以内心都相当遗憾，相当不舍。张立善县长表示，因新冠肺炎确诊往生者，遗体多在24小时内火化，许多家属未能见到往生者最后一面，也没办法好好处理后事，以致有很深的遗憾。张立善县长对此深感不舍，遂恭请广兴上人举办这场超度法会。希望借由庄严隆重的仪式，与大众诚心念佛回向，能引导亡灵早日离苦得乐，帮助家属脱离阴霾。云林县政府并准备数百桌的赞普贡品，作为物资于会后捐赠救济。广兴上人亦全心全力主持整场法会，向亡灵们介绍疗脱生死的方法，同时为云林县所有人民祈福。互咱的厝内大大细细，互咱亲戚朋友，大家拢全骹行手行，身体勇壮，家庭和乐，互恁运道开通。各位，你只要互伊先到西方，安尼后摆恁未来的道路就一片光明，就对，一片的光明。法会活动殊胜圆满，除了有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的慈悲庇佑，也因为有云林县政府的发起，以及大众共同的参与，才能成就这场名扬两利的殊胜佛事。镇国寺新闻，云林报道。